我这是在哪儿啊？这位姑娘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不长妖孽，你自己做什么自己不知道吗？口有点渴，喝点水。哎，喂，你住手！你也要喝？我杀了你！等一下，姑娘，我知道我一定做错了什么事情，但是请你告诉我，我一定会负责的。负责？我昨天好不容易登上绝晓峰，我准备利用彩虹雨来覆水重收，结果呢，你这么一只大猴子天上掉下来，把水全都弄洒了。我今天早上好不容易又采集了露水，准备再次覆水重收，你给我把它喝了。就这些？就这些？你还想要什么呀？我懂了。就说因为我坏了你的大事，那你说怎么补偿吧？补偿？覆水难收，我好不容易想到办法完成这件事，结果你呢连续给我捣乱。好了，现在我完不成3个难题了，我也得不到紫青宝剑，你说怎么补偿？什么3个难题？什么紫青宝剑？是我樊台一直吆喝，你怎么可能知道紫青宝剑的秘密？那你倒是说啊！我大圣无所不能，何况3个难题？我从小啊就坚信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，有一天他会踏着7色的云彩，身披金甲圣衣来娶我。依我看，这天上天下盖世英雄只有我一个，还有什么金甲圣衣，我那儿多了去了，我都不稀当穿。你能不能赶紧说那3个难题？连3件难题都不知道，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盖世英雄？你不说，怎么知道我不知道？是这样的，玉帝呢得道之时，曾挥动神剑斩断了情丝，这把神剑啊正是紫青宝剑。紫青宝剑呢，因此就通晓了天人魔3界所有的情爱之事。现在啊，插在离恨天台虚幻境的青梗石上。我只要得到紫青宝剑呢，就可以知道我的意中人在哪里。可是必须要完成3个难题，就是覆水重收、破镜重圆和死而复生，而且不能使用任何法力。哎，总之啊，只要是完成了这3件难题，我就可以知道我的盖世英雄在哪了。等会儿，你说什么？完成这3件难题，我就可以知道我的盖世英雄在哪里。不是这句。3件难题，覆水重收、破镜重圆和死而复生。也不是这一句。玉帝得道之时啊，曾挥动神。没错，就是这一句。这句怎么了？这把剑是玉帝老儿的。对呀。所以我帮定你了，只要是能够奚落这个玉帝老儿的事儿，我一定义不容辞。你说的简单，光是覆水重收这一件事情就已经够难了。我好不容易才想到用彩虹雨来完成，结果呢，都被你给搞砸了。现在啊，我都不知道彩虹雨什么时候才能遇到。
到紫青宝剑真的很难啊。重收覆水，交给我吧。这哪儿啊？我家花果山呢。你家？你家怎么能重收？喂，哎，请你的。谢谢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吃这些？你早说呀！花果山物产丰富，什么没有？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这儿没有的。我早该想到了，你就是一只猴子，你怎么会明白我说那些呢？好啦，你现在也回家了，我该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啊。不就是覆水重收吗？有什么难的呀？嗯，跟我来。喂。好漂亮！你是说这儿可以重收覆水啊？没错。唉，不愧是个傻猴子。这儿呢，瀑布虽然好看，但是紫青宝剑要求的重收覆水呢，不是什么水都可以的。你怎么就知道这是普通的水呢？你看这个瀑布的造型，每天哗哗哗的往下流。像不像是有人在上面往下倒，每一滴都不会重复，真的是太浪费了。那好，来都来了，怎么也要试一试。等一下，地方呢是没错，但是呢，我们还要再等一等。等什么？来了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老朋友。等会儿再跟你正式解释，先办正事。放心吧，他不会有事儿，对吧，小李？哎，我听说天界的龙门呢，每年会在特定的时候开启，这个时候只要越过障碍跳进龙门，就可以变成真正的飞龙。以前我只是听说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你好啊，小李。你别看他叫小李，他可是在这跳了好几百年。哎呀，大圣，女孩的年龄是不能说的。这一下，知道大圣为什么带我来这儿了。鱼跃龙门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努力向上的过程里边呢，就算是瀑布急流，也能溅起水花。虽然水花少，但是却很珍贵。这会儿，你知道我说的没假。
假是不假，不过小李游一次都已经精疲力尽，你要是用这种方法呀，挤满1瓶，根本不可能。想要成为龙的可不止我一个哦。现在看你的了。那是什么？好像是弼马温。反正这个弼马温我也做够了，你玉帝的位置更适合我。难道我大天庭还打不过你？只要是完成了这3件难题，我就可以知道我的盖世英雄在哪里。只要是能够奚落这个玉帝老儿的事儿，我一定义不容辞。可有人自告奋勇去擒那猴子回来伏法吗？你是不是知道齐天大圣孙悟空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不是花果山上那只小石猴吗？他现在发展的这么好。来，大圣，齐天大圣能光临，实在是我们小店的荣幸。钱我们老板肯定不会收的，不知道大圣能不能赏点，给我们签个名啊？没问题。好，多谢大圣，多谢大圣。多谢大圣，多谢大圣，不谢啊！慢走，大圣慢走。啊，走了，拜拜。猕猴，哎，六耳猕猴是个什么鬼啊？追！站住！跑！来，去。没错，我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。但是没办法，我得罪了这个姐姐，所以我才用了六耳猕猴的假名字。既然现在被他抓到了，我也就认了。他从西边过来，是齐天大圣，而且他现在脾气特别的不好，风尘仆仆，说不定还迷了路。如果你们要是跟他抢我的话，他一定会把你们给杀。走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你怎么知道我脾气不好？你怎么知道我从西边来？你怎么知道我迷了路？你又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别人跟我抢东西？你跟踪我！不，只是个偶遇，你千万不要误会。天色这么好，咱们改天再约啊。哼，再让我发现你跟踪我，我就把你烧成灰。想不到真的完成了，你这个大圣看起来还是有点本事的。废话，我是谁呀？你不仅以貌取人，以貌取猴也是不对。我不是说你不厉害，但是
紫青宝剑要求的难题真的太难了，现在光是完成了覆水重生，可是破镜重圆、死而复生，我还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你肯定也没办法吧？喂，你干嘛？破镜重圆嘛，先把镜子打碎了再说。什么声音？没事吧，大王？有什么好一惊一乍？我在能有什么事儿？大王，你有所不知，之前来的那位太白金星说请您去小住几日，您这一走就是好几年。您不在的这段日子里，花果山的猴子们就像一盘散沙，走的走，散的散。对呀，大王，你好不容易才回来，可千万不要再听信他们的，把我们给抛下了。哦，原来你是被人拐走，一直在外面流浪啊！谁说我被？哎，你们放心，我呢只是来完成任务的，任务做完我就走了。我对这只猴子啊，你们大王啊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啊！放心，我不拐它。说什么呢？明明是我给天天面子，他们3番4次的来找老子才会上去。别想想没用，有时间瞎想，还不如想想怎么让这镜子富裕什么。太好了，大王不走了，他不会离开我们。大王，我有一个办法。要想破镜重圆，有一个方法可以一试啊。侯爷爷，你是有什么办法呀？大王，难道你忘了，我们花果山上除了有你变的那块仙石之外，还有什么吗？你是说，在我们花果山上有一块仙石，正好在十洲3岛的祖脉上，它的高为和24气，它上面的窍孔对应9宫8卦，受着日月精华的滋养。有一天，仙石迸裂，产生一石卵，经风一吹，变成一石猴。那石猴一出世，眼睛里放着2道神光啊！就是我。原来你是个石猴啊！说重点。重点就是伴着石猴的诞生，还有一株野生兰花，可以说是兰花之王啊！它活到现在得有100年哦，不，200、500年啊，都不对，反正是许多年呐。侯爷爷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株兰花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破镜重圆呢？不能。那兰花虽然不能，可那兰花在开花之前，兰花上分泌一种物质叫兰膏，那兰膏的粘性是极强的。哎，谢谢你啊，老侯爷爷。大王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您就不要再说了，您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啰嗦的猴了。这兰花王一点用都没有，真的是太生气了。亏我跟他做了这么久的邻居，我现在就要把他拔了。哎，没事儿的。虽然啊，这期望很高，可是我也不是没做好失败的准备啊。而且我们这是第1次尝试嘛，失败了也不奇怪呀。不然那么容易完成的话，哪能算得上是难题呀？你看看你那个失望的眼神，你怎么比我还要难受？哎，放心啦，这一点小的打击啊，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，只会让我更努力、更坚强。大王，不好了！大王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我们抓了一个。我兄弟找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跟他去计划一下。走。大王，你怎么不告诉紫霞仙子，让她一起来帮忙啊？什么情况都没搞清楚，帮什么忙？你现在赶紧告诉我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我们捉住一个从天上下来的神仙，站在云上边，咻，这样下来的。是玉帝派来的天兵天将。
不知道，他就一个人下来就问大王你人在哪儿？我们当然不能说了，所以就出手把他抓了。你当我傻啊？神仙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让你们给抓了？大王，我可没撒谎啊！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在这里设了好几层的陷阱呢。谁知道后边的还没用上呢，他就被抓了。这么说，他还挺弱的，这么容易就被你们抓了。大王有所不知啊，这个神仙虽然一副弱鸡的样子，可是兄弟们都快要被他逼疯了。逼疯？为什么呀？捉住他以后，我们就把他关在牢房里审问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是如来座下第二弟子，我叫金蝉子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来，现在是我们审问你，你凭什么提问题？哎呀，这位豪兄啊，你这样说呢就不对的了。刚才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，现在呢是我提问的时间呢。我提问的时间，你不让我问问题呢，就是你不对了。人和豪之间呢，也是讲究互爱互信的。如果没有互爱互信的话呢，就不公平了。不公平，大家都不开心了。不开心了，生活里面就会出现很多不愉快的小插曲了。比如说，现在你想问我问题呢，我就不是很愿意回答你了。为什么我好想揍他呀？你都打了我了，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告诉他，这儿是花果山牢房。牢房，我来花果山呢，是要找齐天大圣，跟他聊下天。我是来做客的，你们怎么可以把客人带到牢房来？这就是你们花果山豪子的待客之道，是不是？我们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，现在轮到我们了。没轮到你呀，我还没有说完呢，你怎么这样呢？啊！要听人把话说完，这个也是做豪子的一个最起码的礼仪呀。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礼仪？哎呀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所以呢，你们就分不清楚什么是客人，什么是敌人，什么是客房，什么是牢房。为什么他讲话，你打架？醒醒！我刚刚怎么了？你怎么突然间我这么恨你呢？这个人很危险呢，咱们不能再听他多说一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把老猴请过来。啰嗦，爱讲道理，谁还能讲得过老猴啊？老猴，这个人要挑战你道理之王的位置，我们不服，可是又说不过他。好说，好说。大王，我们只提了一个问题，之后他却提了一堆的问题呀。他真的只是说话，没有动手，没有用法力呢？没有。但说真的，与其听他唠叨，那还不如打一架来得痛快呢。这么想被打，要不要来一下？大王，我只是表达一下我郁闷、憋屈的心情。看来这个金蝉子真的是跟天庭上那些只会打的天兵天将有所不同。不过既然老猴现在已经出马，我想应该已经摆平了吧。原来是个年轻人呐！阿弥陀佛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博览群书，通晓世事，我懂的道理比你睁眼的次数还要多呀。这位老先生啊，其实呢，我对您的这个见解呢，还是有一点点意见的。我觉得一个人呢，懂得道理的多与少呢，不能够根据他的年龄，还有他读了多少书来判断的，因为呢。
什么会知道我长了几次眼睛呢？大王，大王，快去看看老猴吧，老猴他死了。大王，大王，老猴他死了。哇，诶，这位小兄弟，我们未曾见过，你长得也是很有个性。都说你很啰嗦，果然开口不反呢。哎呀，你看啊，他们肯定是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了。有什么事情不能当面说呢？当面说出来多好啊，又没有误会。你呀，不要听他们乱讲，要相信自己的眼睛啊，用自己的手去感受一下别人的心。我不想感受，请吧。等一下，看你的站姿这么霸气，难道你就是齐天大圣？哎呀，你真的是齐天大圣啊，好开心呀！我终于见到你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呢是如来的座下第二弟子，我叫金蝉子啊，我代表了天庭呢，要过来跟你聊一下。聊一聊？难道你不是来抓我的吗？哎呀，不要说抓那么难听了，我只不过握了一下你的手而已，看我多有诚意。除非你打败我，我就跟你走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呢，怎么这么喜欢打架呢？打来打去，打打杀杀，又会流血，又会变丑，还会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哎，不如这样啊，我带你回天庭，我介绍如来给你认识。我住口！哎，你这个好只是脾气这么大的，吓死人了！凶我干什么？你走不走？我不走。行，你不走，老孙俺走。等等，可不可以给我点吃的？我好饿。你信不信我打死你啊？如果打死我你就去见玉帝的话，那你就打死我吧。你打不死我，我不走。我不吃肉啊！哇！我就知道你肯定不是一只绝情的豪子。我看你呢，算是个不错的神仙。所以我有几句话想要跟你讲。你说。我喝了玉帝老儿的酒，打了他所有的天兵天将，我还放话说要做他的位置，所以，我现在跟天庭的关系呢，那就像这面镜子一样，破镜无法重圆。你叫什么来着？我是如来座下第二弟子，我叫金蝉子。金蝉子，如果你能够让这个破镜重圆的话，我就跟你回天庭负荆请罪。但是，我觉得这一定是不可能的。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可能啊？是不是？我让破镜重圆了，你就会去天庭负荆请罪啊？当然，一定。但我就觉得，你这个牛吹得有点大。牛吹了大不大，要吹过才知道。
什么你就会破了呢？是不是拿你的人不小心得了什么怪病，手容易抖啊？是不是吃的不好啊？然后就把你丢在地上了？哎呀，你也是很可怜呐。作为一个镜子破了，也是很让人心碎耶。你看你，照出来脸都有2个。这是对呀，这就是对，不对也对。突然又觉得那不对呀，那就不对，对也不对。如果这不是想要啊，偏又不要，不要又要。如果这装备不想要啊，偏偏又要，要是不要，天上一只猴。一山一头牛，是猴大那牛，还是牛撞猴？天上那只猴，衡山那头牛，是猴大那牛，还是牛撞猴？如果你觉得你很牛啊，你就很牛，不牛也牛。如果你觉得你不牛啊，那就别说，低调不错。悟空，你看，你真的做到了，我真的是大心眼佩服。阿弥陀佛，有话好好说，站起来再说。悟空，我们纠结镜子的事情已经纠结了好多天了，都没有好好的聊过天，不如我们聊一聊。等我安定好我的小弟，我自然会上天庭。啊，你用的时间是不是很长？很长的话，不如我等你。不用等，你出来这么久，如来一定很担心你的。你说的也很有道理。哎呀，没想到你都考虑到这一点了，悟空啊，你果然是开悟了，都会为他人考虑了，我真的很欣慰。哎，那没办法，是不是？你让你教的。那我在天庭等你啊，再见。再见。紫霞，你快来看，破镜重圆了！只要完成起死回生的考验，紫青宝剑就是我的了。到时候啊，我就能跟我意中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我还是觉得一个人更幸福一些。除了喝酒吃桃，你还懂什么呀？算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哦，花虽然落了，可是没有死啊，它只是把生命传递给了果实，所以不能算是死而复生。正确。啊，那
那怎么办啊？去镇里看看吧。少儿这么生机勃勃的，上哪去找起死回生的机会？哎，大婶，这镇上有死人吗？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的视线，很快就会有死人了。哦，你看这个，这个怎么样？来，我给你戴啊。你看，这个套进去了。要不就这个。这个颜色不太好。我说你们女人是不是除了买就是买？花钱哪有谈恋爱好玩？你不觉得他们很幸福吗？走累了吧？我觉得吧，那男的眼光就跟那女的身材一模一样。放过我吧！放过我吧！验了气了病人，我也回天乏术啊！放过我吧！这么生机勃勃的，上哪去找起死回生的机会？放过我吧！验了气了病人，我也回天乏术啊！走，放过我吧！放过我吧！哎，你放过我呀！哎呀！你。您这伤着没有？没事吧？师傅，哎呀，这是我家小徒弟，人可乖了。我每次出诊都要带上他。哎呀，行了，哪么多废话，赶紧走吧。你也不能斯文点儿。夫人来了，夫人，大夫来了！哎呀，大夫，快！大夫，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家宝宝，他可是我们全家的心肝肝呀！放心，我师傅是当代扁鹊，在世华佗，一定能够妙手回春的。不过现在还得请各位先回避一下，好吧？不要打扰到我师傅思考，好吧？李夫人，回避一下。哦，快来，福夫人回避一下。怎么样啊？已经死透了。不是说不能施法吗？我施法都没把握能救活他，只能先试一试。行，那你施法，外面我来应付。哎呀，大夫，我家宝宝怎么样了？干嘛？你们到底行不行啊？不要急，不要闹，我师傅医术好，保准救回你家宝宝。可是你看啊，你一吵，他一闹，气氛全都破坏掉，你家宝宝可要死翘翘了。哎呦，李夫人！哎呦，夫人！好了没有啊？没有啊，再帮我顶一会儿。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哎呦，夫人，我家宝宝怎么样了？是不是不行了呀？这位大妈，你看啊，这前后后过了才不到半炷香的时间，你未免有点太心急了吧？我知道啊，这等待的时间总是如此的漫长，不如我们先聊聊别的，转移一下注意力嘛。比如你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？你喜欢吃什么？你喜欢的歌星是谁嘛？粉丝，我报仇，仙女48人团。哎呦，看不出来，李夫人您还是很有少女心的嘛。这些都是我家宝宝最喜欢的。
夫人，这是我家宝宝给我画的小小。我在我家宝宝心里是最美的，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漂亮，是不是啊？还有，画的美啊！不行啊，这个家伙太肥了。哎，你看呀，你看，这是我家宝宝的宝贝。这是脐带吧？这是他的皮，太长了，我给他剪掉了。哎呦，夫人，我替你搭把手啊。我受不了，走。我不想那么轻易放弃。那咱们何必在这死磕呢？外面有大把的机会，还没等你救活这个死胖子，我已经被他妈念死了。我的法术都无法让他起死回生，那别的就更没办法了。那就算了呀，找真心人真的对你那么重要？小师傅，我家宝宝醒了没有？我还有话跟你说呢，小师傅。小师傅，这个死女人简直比金蝉子还要烦。算了，如果放弃的话，就代表我向玉帝老儿那个家伙认输。是不是？我问你呢，起来！啊！你们什么人？你们谁呀？滚！滚！哪来的神经病啊！滚！神经病！都怪你！你桃子吃太多，脑子长毛了吧？想出这么烂的法子。至少我们排除了一种方式。也走吧。厂长，走累了吧？观音道场路途遥远，我们途经人间，不如借宿一晚可好啊？我还要赶路，你自己休息吧。这是你让我心疼的手段吗？不行，今晚你必须休息。放心，只要是你想要的，我一定帮你拿到。现在你必须去睡美容觉。小二，天子1号房。小二，天子2号房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等等，按照你这种奸商的逻辑，2号房一定离这1号房有8丈远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我瞧你们这儿的客房也没有那么多间，绝对排不到第9个字。关键是，我也不清楚千字文的第9个到底是什么字，所以，我还是请你给我离1号房最近的房间。就这一间了，你住不住？啊？简单，就是这里。这连个门都没有，你给我钥匙干嘛呀？哎，这个样子嘛，企业文化当然是要有的嘛，没有门也要有钥匙的。那说好和1号房最近的就给我睡这个。哎呀，1号房当然是顶层套房啦，先生。虽然我们客栈小了那么一点点，但是很国际化的好吗？要不是因为现在是淡季呀，你根本没有地方住的哦。问问你们老板，你们店卖吗？什么？你要买我们的店呐？对呀，
我把你们店买下来，然后关掉它呀！要你这种员工有什么用啊？先生，时候不早了，你还是洗洗睡吧。晚安。有妖气，厂长。厂长，快开门！你必须让我看到你没有危险，我才能安心。厂长，我没有危险。那你开下门啊！睡了。不行，有妖气啊！不过就是几个小妖精嘛，当不知道不就好了嘛。我们本来就是各走各的路，何必多做纠缠？你真的不打算开门吗？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个性的女孩子。记住，谁敲门都不要开。脑筋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这是不是这样啊？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这样？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这是。看他修炼了多少年，就敢出来行走江湖了。万一现在妖精的门槛是越来越低了。这个紫霞真厉害呀，已经完成了宝剑的2重考验，看来他很快就能得到紫青宝剑了。他都能完成考验，那我也能。别吹了，一到天亮你就变回大蛤蟆，还想挑战紫青宝剑？3更半夜的，你们吵什么？我们在谈紫霞呢。谈紫霞，那就滚远点儿，别耽误我睡觉，麻烦。到了，这儿就是观音的道场紫竹林。哎，仙童，天蓬元帅，嫦娥仙子，观音最近下凡到人间普度众生，不知2日前来，有失远迎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不要客气啊。这个由于近来呢天庭雾霾严重，加上仙子呢在玉帝的寿宴上被孙悟空糟蹋了仙酒，心情不爽，我陪他到处走走。路过此地，顺便过来看看。你忙你的，你忙你的，去。哦，那2位请自便吧。哎呀，真乖。仙子何以在此圣境做出如此鸡鸣狗盗之事？你也知道这是圣境，何必出言不公？不准走！哈，嘿，哈，啊！
我也是没有想到，神乎其神的月光宝盒原来这么不起眼儿。厂长，赶快打开试试，好让时光倒流。我一定会赶在那个弼马温出现之前保护好你的仙酒的，也好让我们重新开始。我和你的故事，重复多少遍都不会嫌多。我先走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过2天天田见吧。3天后我去月宫一定要见到你。你们两个疯子，能不能别耽误做生意啊？实在不行，你往里头吹口气。闭嘴！这可是我费了半天劲才刮的鱼鳞。大哥，只要这条鱼能够死而复生，只要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，你这条鱼一定能卖个好价钱，知道吗？这叫什么？双赢啊！那这条鱼要是活不了了，被你们玩了这么长时间，这钱谁来付？瞎说什么呢？瞎说！什么就叫救不活了？快点，什么？再使点劲儿！还我宝盒！别跑！你快点，管人家干什么？什么时候？死心眼的臭小子，真是个小年纪。你把宝贝还我，我自然不会纠缠。多事，用完了自然就会还你的。观音大士大慈大悲，根本不会计较。既然有借有还，就光明正大一点。偷偷摸摸，我岂能饶你？这一对贼公贼婆还真不要脸！哎，我警告你啊，说我可以，不可以说我的尝尝。不要逼我啊！我不跟小孩子动手的。小朋友不可以这么淘气啊！玉皇宝盒。我警告过他了。人你也救不了，死鱼你也无能为力。咱们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可真的不是办法。怪我了。
你有没有人性啊你？人家现在都成这个样了，你还这么兴奋？你这样跟黑白无常有什么两样？哪有兴奋？这是观音大师座下童子，大圣，我们一定得救他。观音家的小孩到处乱跑啊，还跑出来混社会，啊？挨揍了吧？我快不行了，这个月光宝盒你拿好，免得它落入贼人之手。哎，观音这是怎么了？就这么个破盒子，还当宝了呀？给你。哎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盒子，这是月光宝盒。等天黑了，月亮升起，打开宝盒，在月光下，我念般若波罗蜜，便可以穿越时空，回到过去。你没事吧？你千万不能睡，我们一定会救你的。大圣，你快背着他呀！你们别管我，拿好宝盒，快走！坏人马上就要来了！你别，怎么办呀？我根本救不活他！大圣，有了！大圣，你这个样子的话，你自己也撑不住啊！先救活小童子，等月亮一出来，再拿月光宝盒救回来不就行了？谁能阻挡？无形山压住锋芒，惊涛吹收复了狂，我依然一路行者无疆。太好了！大圣，棋子会上，做到。你一定不能死！你等我，我救你！般若波罗蜜，还给我！什么你的？这个是观音大师的宝贝，知道哪儿偷的？人命！啊不，头命关天！你快还给我！不给！观音大师，天蓬，你与嫦娥盗我宝物，伤我童子，如今又在此与人争斗。你若将宝盒归还于我，我便不再计较；否则，玉帝的惩罚，你也是知道的。天蓬一时糊涂，还请观音原谅。般若波罗蜜！你们两个疯子，能不能别当我做生意啊？实在不行，你往里头吹口气。闭嘴！这可是我费了半天劲才刮的鱼鳞。大哥，我告诉你，只要这条鱼能够死而复生，只要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，你这条鱼一定能卖个好价钱，知道吗？这叫什么？双赢啊！那这条鱼要是活不了了，被你们玩了这么长时间，这钱谁来付？瞎说什么呢？什么就叫救不活了？快点什么？再使点劲儿！
别急，不是让你先走吗？我是那种男人吗？地球很危险的。有什么危险的？你这是会有好事啊！童子已经发现了你的行踪，应该很快就会赶到。快走！尝尝！我在妙仙湖等你。保护好月光宝盒。休息一下啦。胡子呢？前几天天太热，刮了。下一位，你画像上那么多肌肉都跑哪儿去了？剪掉了。下一位。怎么了？这是？我不在招帮众吗？你看着简历上的画像和真人差太多了。这还不简单？用陌陌呀，可以通过视频查看附近有潜力的山贼，绝对真实，还能让他们视频直播抢劫过程呢，方便管理。来陌陌，用视频认识我。视频社交就在陌陌。人你也救不了，死鱼你也无能为力。咱们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可真的不是办法。怪我了。我说你有没有点人性啊？人家都已经成这个样了，你还这么兴奋？你这样跟黑白无常有什么两样？这个人好像没死哎，大圣，起死回生我们做不到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帮帮我呀！天蓬元帅。你是紫霞仙子吧？我已经这么红了吗？我自知伤重将死，你不必费心救我。你的一片好心，已经让我很感动了。我若死了，便可以成就你起死回生的机会。你知道怎么起死回生？去妙仙湖找嫦娥仙子，她会帮你。一定要把嫦娥姐姐带来啊！只要她使用了月光宝盒，这样她就能达成心愿，我也可以起死回生。我怎么这么聪明啊？太佩服我自己了！大圣，你在这里照顾好天蓬元帅，我去找嫦娥姑娘。你不会是在这骗紫霞姑娘吧？我告诉你，这姑娘可是个缺心眼儿，别人说什么她都会信。但是，如果你敢骗她的话，我饶不了。这么久了还不回来，你可千万别死那么快。你一定要活过来，可千万不能浪费了本大圣的血啊！
谁叫我天下无双？乾坤把花又怎样？就算是地下天堂，谁能阻挡？无形山压住锋芒，金刚锤收复了狂，我依然还是最强。电视播放，一路行者无疆。凭什么天上有资格把时间划分三角，就留指责？嫦娥姐姐，听天蓬元帅说你能帮我起死回生，是真的吗？太好了。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天蓬元帅，我们快点走吧。啊，走，快！太好了，看来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你醒了！你醒了！哈哈，哎，没事吧？起死回生，我做到了！这么说，这丫头已经完成紫青宝剑的所有任务了。大圣，大圣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你醒醒，大圣！喂，大圣，你醒醒啊！啊，大圣，你醒醒啊！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大圣，你快醒醒，你快醒醒啊！嫦娥姐姐，你告诉我起死回生的办法吧，你救救大圣吧！嫦娥，你与天蓬盗我宝物，若现在将宝物归还于我，我便不再计较；否则，玉帝的惩罚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我有钥匙，用完就会还你。知错不改，执迷不悟。阿弥陀佛。快走！孙悟空，大圣，你活过来了！多谢观音大师。哎，好困啊！哎呀，你别困了，走吧，走。月光宝盒，谁丢的？管他谁丢的，既然是宝盒，谁捡了算谁。好吧，嘿嘿，遇到主人我就还给他。3重考验就这么完成了，还有点不太真实。我现在最真实的感受，那就是饿呀。走吧，请你吃大餐。你是想吃苹果还是想吃香蕉啊？我花果山要什么有什么，不占你这个便宜。而且我已经多日没有回去看我的猴子猴孙了。你不是要找紫青宝剑吗？这一路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只要能羞辱玉皇大帝的事儿，我奉陪到底。走了，保重。